台南市因为气候甲土壤的关系，培育出真侪优质的农特产品，亲像山影、往来、花龙果甲个油仔等，深受国内外消费者喜爱。市府农业局为行销在地农产，今年嘛联合农场甲个5星级饭店来合作，推出果干礼品，作为大饭店的迎宾礼。26号上午，由着市长、甲个农场以及饭店业者共同伫个饭店来行销。大家知道，我们观光及旅馆还有许多台南旅馆住客来入住人，不是外国人就是外地人，本地人相对比较少，所以呢，他们也能够往往成为进入台南的第一站。那这个部分，这个时候把台南最棒的，包括鲜果或是果干或其他农特产品，给介绍给他们，他们已经留下深刻印象。这是所以非常感谢远东香格里拉跟旭阳，把我们最棒的包括芒果、包括凤梨、包括火龙果等等其他的，还有杏仁果等等其他的这些果干介绍给我们的这个来入住的一些住客，这样子一定能够对台南印象大大加分，也对台南的丰富的农特产品印象大大加分。希望这个案子我们未来会市政委会持续支持，也希望能够扩大。现场市长甲个饭店业者嘛当场来示范制作幸福果干的优格甜点。业者表示，这届推出的双叶蔓绿、果香老味、大棒的专案，特别精选旭阳农场的山野干、情人果干、甲个往来干等，完全采用台南优质新鲜的水果来做成，无添加任何人工的成分，并通过产销的履历，甲个清真食品的认证，保留水果上天然的风味。要互旅客伫个享受大饭店的同时，嘛用个炸花具有在地风味的伴手礼。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